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 AI 掃啟未來。今集我哋睇下智能製造，人工智能正從根本上重塑製造業嘅運作模式。我哋探討下政府嘅整體規劃，助力香港喺新型工業化道路上搶佔先機。初創企業如何創新突破，同埋傳統工廠如何借助 AI 成功轉型，推動成個產業變革。頂層規劃與支持至關重要。等我哋了解下政府喺促進智能製造方面嘅角色同埋政策。Ivan 啊，創新科技署咧，即係喺科技界以外咧，可能或者商界、工業界以外，未必太認識或者熟悉，即係你哋本身嗰個初衷啊、使命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創科處最主要嘅使命咧，就係協助制定同埋推動鼓勵創新科技發展嘅政策，鼓勵業界多啲做應用研發嘅工作同埋技術轉移。創科處旗下咧有唔同嘅一啲資助計劃，係俾大學啦、科研機構啦同埋私營嘅創科企業去申請進行一啲技術研發嘅工作。咁同時間咧，其實創科處亦成立咗有一啲創科平台同埋研發機構。喺唔同經濟體嗰個競爭裏邊咧，其實人才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此咧，我哋都有唔同嘅計劃，係資助一啲企業聘用一啲 STEM 畢業嘅同學，咁投身創科界，亦都有一啲暑期實習嘅計劃，希望扶持一啲創科嘅初創企業，支援大學嘅研發團隊，去將佢嘅產品商品化落地，咁希望為社會、為經濟帶來一啲價值。咁最後一點就阿叻，可能你都清楚，就係現屆政府咧好重視推動新型工業化，喺先進製造方面，點樣用多啲人工智能啊、即時監察嘅系統啊、傳感器啊等等方面咧，我相信喺幫助企業提升佢嗰個產值啦，提高效率啦，同埋實時去監測製造線嘅運作咧，其實都可以起一個好好嘅作用。咁我哋就係希望透過我哋一啲嘅資助計劃咧，係減輕佢哋嘅一啲成本，鼓勵佢哋多啲應用科技去幫佢哋業務升級轉型。希望業界喺香港成立一啲先進嘅製造生產線，咁就幫香港經濟發展多元化咧，係作出貢獻嘅。咁幫呢啲企業即係產品化或者商品化推到去落地，你哋又同工業啊，又同大學啊，又同初創咁多合作，用啲咩方法將佢哋擺埋一齊咧？我哋科研界喺基礎研究好強，我哋香港有5間世界100強嘅大學，我哋嘅科學家喺上游嘅基礎科研咧係好出色嘅。咁但係以前可能同業界個接觸咧未必係好緊密，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工作重點就係將政產學研拉埋一齊。另一方面，我哋都鼓勵大學或者一啲創科平台，譬如科學園，去揾一啲業界合作，提供一啲實際業界面對嘅痛點，或者一啲應用場景，令到佢哋可以將嗰個科研方案點樣進一步去優化，落到地喺現實世界上面用得到。就香港大搞呢個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我哋點樣幫企業去出海呢？你提及到政產學研，咁我知道署方同埋整個政府都推好多政產學研投。咁投方面，你哋有冇做啲咩功夫呢？傳統上香港以前可能唔係好多風投基金咧，係專注於創科企業。咁其實我哋喺近年都先後推出咗，譬如創科創投基金咧，希望用一個共同投資嘅方式咧，政府出資一部分，同時咧亦都鼓勵業界咧將風投基金咧帶到創科企業上邊。我哋個成績都唔錯嘅，譬如創科創投基金過去呢幾年，我哋投咗40多個項目。投入嘅資金大概係4億多，呢一啲科技企業喺同期獲得私人投資咧，去到30幾億，做槓桿咧係1比8。嚟緊會有創科創投基金嘅優化版，先係15億。下一年個重點項目就係我哋推出會有個產業引導基金，我哋希望鼓勵多啲
產業咧，直頭喺香港落戶生產，成個產業鏈都係我哋關注嘅對象，所以就唔一定係淨係初創企業嘅，甚至一啲比較龍頭嘅企業，如果佢嚟到香港，亦都可以帶動到周邊嘅企業咧，都可以受惠。咁希望令到香港嗰個創科嘅生態圈更加完整。政策嘅支持為創新提供咗土壤，咁技術又點樣落地去解決工業痛點？跟住落嚟，我哋睇睇將 AI 帶進工廠嘅先行者初創代表分享製造業嘅 AI 實踐方案。咁我哋有圖科技咧，主要係利用 AI 技術咧去賦能呢一個製造業嘅目的咧，係想令到自動化更簡單。咁我哋而家主要嘅 project 咧係 Next Factory 設備運維 AI 工程師，咁佢主要幫助到咧生產工廠咧工程師可以更好咁樣去進行生產設備嘅運行同埋維護嘅。因為喺工廠咧每一秒嘅停機咧都會令到佢哋遭受龐大嘅損失啦。咁用咗我哋嘅產品咧，可以係喺設備停機嘅時候，以最快嘅速度去令到佢恢復正常。大部分我哋熟知嘅 AI 響製造業嘅應用，可能就係一啲視覺檢測啊、決策優化啊、生產排產嘅優化、設備運維呢一個方面，其實係屬於比較少見嘅。但係呢一個方面咧，又啱好係佢哋好大嘅一個痛點。你個設備就快出問題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同你檢測得到。我哋已經係同緊一間外國嘅公仔麵工廠啦去做緊啦，佢哋維護嘅人咧係講英文，咁資料咧又首先又係唔同嘅語言啦，兼且大家又有一啲時差嘅問題。咁我哋呢個 AI 工程師咧就相當於可以幫助到佢去解決大部分嘅設備運維問題。保證到佢哋喺海外生產咧都可以順利進行啦。咁而家仲有一間工廠咧係喺大灣區喺江門呢一邊嘅。咁我哋係同佢去進行一個服務，咁希望就係話可以喺佢哋24小時生產嘅時候，呢個 AI 工程師可以替代到佢哋部分運維工程師嘅工作。其實好多廠佢哋都係高度依賴佢哋嘅老師傅嘅。有時候師傅佢放咗假，有時候問題出咗嚟之後咧就冇人去解決。咁但係咧工廠佢嘅生產其實咧每分每秒都係好緊張㗎嘛。佢每停機1秒，可能佢就已經蝕好多錢。咁同埋另外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挑戰咧，就係培養新人，並唔係咁多嘅年輕人願意去進入工廠嗰度做嘢啦。咁另外咧，好多呢啲資料啊係冇一個非常完整或者規範嘅呢個資料庫嘅，咁就導致佢哋喺培養新人嘅時候咧都會比較難，可能只能夠通過話口口相傳呢啲咁樣嘅方式，佢嘅呢一個新人嘅成長週期會非常之長。呢個產品咧其實就同普通嘅 AI 咧有一個好大嘅唔一樣，就係我哋係可以進行一個自我學習嘅。咁我哋喺用嘅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會根據用戶嘅 feedback 去進行自我嘅學習，佢會係隨住時間嘅增長，佢會越嚟越強大，咁可以幫助到工廠嘅運維工程師更加方便、更加專業咁去解決到佢哋嘅問題咯。好大程度上，呢一個 AI 佢回答問題或者係提供建議嘅呢一個效果，都係取決於呢啲資料嘅完整性。通過自己做一啲 AI 嘅一啲小工具啦，嚟去對呢啲資料進行處理，令到客戶俾到我哋嘅呢啲資料咧，會更加結構化啦，更加規整啦，提升我哋嘅處理資料嘅效率。喺設計呢一個產品嘅時候咧，都需要考慮到使用者用一啲比較 user friendly 嘅方式去呈現我哋嘅一啲功能啦。無論佢係乜嘢學識水平，可以快速咁樣學識用我哋嘅產品嘅。咁我哋係喺上一年加入到數碼港培育計劃啦。數碼港除咗俾錢俾我哋啦，咁佢都會有我哋嘅 tutor 去教我哋點樣去運營公司，要教我哋點樣去睇住我哋公司盤數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好啊！佢會係一個喺行業內好有經驗嘅人啦，佢會俾到我哋好多嘅建議啦，以及我哋而家個生意嘅情況，我哋都係最真實嘅一面交俾佢睇。咁佢可以當為一個專家問診嘅方式去幫到我哋，幫助到我哋收支平衡。投資者佢先會更加願意投資俾你嘅。咁仲有更重要嘅一點咧，就係數碼港佢會去組織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有一啲揾 VC 嘅活動啦，咁亦會組織一啲 conference， 俾機會俾我哋呢一啲 startup 嘅公司會想去做分享。廣東省嘅軟件行業協會組織嘅一個活動咧，數碼港都亦同我爭取到一個名額去做分享啦。
咁我哋會係喺嗰個活動上面去介紹我哋 Next Factory 呢一個產品點樣可以幫助到廣東嘅製造業去出海。咁我會認為咧，就係話以後嘅成個場景其實會係 AI 機械人加人咁樣3個嘅結合去做啦。咁一啲危險嘅嘢，咁我哋會去用機械人嚟去代替，需要好多嘅分析先可以做到決策嘅嘢，咁我哋可以借助 AI 去同我哋去做一啲分析、信息嘅整合，咁最終去實施以及最終做決策嘅可能都會係人。咁呢個係我對成個製造業加 AI 嘅未來嘅睇法啦。從政府嘅頂層設計與資金支持，到初創企業以市場為導向嘅技術開發，我哋睇到咗 AI 喺製造業應用嘅基礎與活力。下一節我哋將深入探討呢啲技術點樣落地，以 AI 解決產業痛點，同埋為傳統產業帶嚟實質變革。歡迎翻嚟。頭先我哋睇到咗 AI 喺製造業嘅無限潛力，要實現企業轉型同埋技術嘅落地應用，除咗政府嘅規劃，亦都有賴於創科領袖嘅支持。國家嘅領導層咧就往往會提到咧，科技係第一生產力啊，咁生產力局呢方面你點睇咧？我非常同意呢句説話，因為其實而家講緊嘅咧，已經唔再係以前咁，你可以純粹單靠係改善業務流程啦，或者改善架構組織咧，去提高呢個生產力。我哋而家講緊嘅咧，就點樣用科技去提高企業嘅生產力。我哋生產力局提供3大方面嘅服務啦。咁第一方面咧，就係我哋會幫助企業咧去解決技術方面嘅難題。咁第二方面咧，就係我哋提供培訓。你有新嘅技術，你都要確保你嘅員工係用得好。咁第三方面就係當然係我哋係特區政府10個資助計劃嘅秘書處啦，咁我哋都係利用緊人工智能去加快呢個服務嘅。其實我哋提供到嘅受眾，舊年嘅統計咧，其實都超過5萬嘅機構咧係受惠過我哋提供嘅服務嘅。運用埋呢個人工智能幫助佢哋行工業4.0。咁有一個例子咧，即係其實咧都係一個上市公司咧，由細湊到佢大啦。咁佢係先幾年咧喺年報都話咧，自從我哋幫佢行咗工業4.0呢條路之後咧，成個效率都起碼提高30%或者以上嘅。我之前同你有啲同事去到新疆睇到一啲做即係紡織業咧，原來成間工廠都冇人嘅，差唔多。咁個燈着咗就代表嗰陣可能個線甩咗啊，成啊。呢啲係咪用人工智能幫到手？係咪用啲咩數據幫到手㗎？嗱，其實咧頭先你講起紡織廠啦，我諗好多人咧都會唔相信，咦，原來香港都真係仲有所謂紡織廠去做衫嘅喎。我哋其中一個客啦，咁佢做嘅當然就唔係靠一堆工人喺度車衫啦。嗰間廠有40幾部機嘅，你每部機都有1個工人去負責管理咧，其實你嘅效率都唔係話真係提升得咁多嘅。咁我哋幫佢將所有機串連埋一齊，放喺一個平台上面，咁變咗佢可能由40幾個工人咧，而家變成3個工人咧，一日就可以行到22小時嘅運作啦。呢個都係因為係做咗物聯網啦、數據收集啦，咁同埋再加上咧佢本身呢個機器呢個高度智能化啦，咁變咗佢可以做一啲小批量嘅訂單，甚至乎其實一件都可以起貨。咁呢個就會令到佢成個經營模式咧嗰個競爭力提升。開發咗一個平台叫做天工開物。其實呢個平台咧有2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咧就可以加快我哋去開發嗰個，因為我將好多唔同嘅算法放咗喺上面，即係每當我做一樣案例咧，我就將啲經驗咧，好似我放翻喺呢個平台度。咁當有新嘅客戶嚟揾我哋嗰陣時咧，我哋就可以更快。咁其實試過咧，由個客提出嘅要求到我哋俾一個所謂樣板佢睇下係咪咁樣，我哋只係用咗半日時間啫。咁呢個可以加快咗我哋提供呢個方案嘅速度咧。好多國際機構嚟到香港咧，都想善用大灣區，大家可以點樣協作？嗱，其實咧，我哋睇翻成個大灣區嘅優勢啦。咁香港就係一個窗口啦。大灣區優勢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強大嘅一個供應鏈啦。咁無論由軟件到硬件咧，其實都係好多好相關嘅技術。其實同出海服務中心咧係非常之吻合嘅，因為出海服務中心係我哋今年4月份成立嘅啦，主要咧就係幫助內地嘅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開發國外市場，但係亦都係幫助外國企業咧通過香港去開發內地嘅市場，做呢個橋梁嘅角色。咁相信亦都會對香港嘅經濟咧會有好好嘅發展嘅咯。睇完生產力局嘅服務範疇同大灣區協作策略，我哋見到科技賦能嘅宏觀藍圖。咁呢啲前沿理念點樣喺工業第一線落地見效呢？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齊見證 AI 點樣實現新質生產力。今日咧，我哋唔係去一個片廠，我哋係真嘅一個
燒焊嘅廠係咪可以話國家推緊新質生產力？冇錯。咁啊，我哋後邊幾部機即係都可以話展示緊點樣用智能數據去推動提升生產力。不如你介紹下生產力促進局去呢方面支持。我哋講新質生產力咧，係講緊創新啦、新技術啦、高質量啦。咁其實傳統燒焊咧，的確係靠人力嘅，咁個質素亦都難以掌握，因為人有疲倦嘅時候啦，亦都可能新入手咧就未必係做得理想嘅。但係通過人工智能咧，我哋學習咗師傅做嗰套方法，將啲數據輸入嘅電腦裏邊，再調節嘅機械手，咁就做到今日即係師傅做嘅燒焊。因為燒焊要求好高，因為涉及人命安全啊。講真，燒焊不能有錯，亦都不可以馬虎嘅。咁我哋數據掌握，機械手做得翻人一樣嘅嘢。好多謝呢個客戶和理啦。咁亦都成功嘅應用咧唔同嘅情景 ，AI 都係個學習過程啊嘛，佢不斷進化，咪不斷越叻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事，我睇到一個傳統行業點樣升級轉型，令到佢哋即係用到科技去減省成本，做好質量。一路學一路儲翻數據。定係淨係喺學做模型嗰陣時先至有嘅，好似人一樣，個經驗累積嘅係越嚟越叻，所以我哋不斷收集數據，即係不是話今次我交付咗呢個設備俾和理，跟住就停咗，唔會嘅，一路咁累積，再過咗50年咪50年嘅數據咯。所以可能未來 AI 真係會比人更加聰明、更加叻，因為佢可以不斷咁累積。而師傅又退休一日，但係 AI 唔會退休啊嘛。我哋一路學，咁下一代用嗰陣時就已經係講幾十年嘅數據，咁呢個效果相當理想。我覺得係一個超級機械嘅焊接器咁樣啦嚇，佢會提升啲咩咧？效率同質素就肯定嘅，因為質素咧一定唔會錯，因為機器做開啱嘅咧就只會繼續啱。人坦白講，可能佢係疲倦咗或者身體唔舒服會錯。咁效率肯定高，因為24小時運作冇問題。坦白講，今日嘅情景我哋都有啲熱啦，但係機械人就唔會覺得熱㗎嘛。咁我哋可能都有假期，機械人又唔使假期喎，所以呢個效率都係無疑嘅。咁突然間我更加諗到就主要個知識嘅儲存，呢個真係更加係無形。師傅同學生會離開嗰個工作崗位，甚至嚟一個行業，但係 AI 擺咗個數據就永遠都係呢間公司嘅數據，所以呢個係即係秉承到下一代一路咁傳落咧，呢個更加比效率質素帶嚟嘅意義咧更加大。不如你分享佢安全性啦。一般燒焊坦白講都有一定嘅溫度咧、氣味啦，同埋有機會會撞傷、碰傷。咁但係因為個師傅已經可以唔喺現場啦，稍微距離遠少少啦，遙遠控制佢就做到啦。咁安全性係大大提升嘅。就算有咩事焊得唔好啦，嗰兩嚿結分開啦，跌翻落嚟都唔會跌到人。咁所以安全性更加無形嘅呢個。咁我覺得因為建築業事實上我哋面對安全嘅問題，的確係一個幾大挑戰。咁用咗 AI， 我唔好淨係講燒焊，其實你陣間會睇到喺唔同嘅範疇咧都用 AI， 而個安全性都係因為咁咧可以提升。未來嗰10年，究竟我哋喺工業會有咩轉變，或者係生活上有咩轉變咧？工業嘅轉變肯定啦，因為將來咧我哋更加可以大量地用機人去做，因為隨住6G同埋個科技發展咧，有好多以前諗唔到或者要好快反應嘅咧，而家6G都做到啦。咁生活更加係你日常生活，無論我講車啦，一啲服務啦，有咗啲咁高嘅數據嘅傳輸咧，有好多可以即時做得到。咁變咗我講得大部分嘅工作咧，真係好重複性嘅咧，幾乎人類都唔需要擺太多心機啦。我哋真係反而諗多啲係創意性嘢啦，一啲真係機器未必諗得到、想像到或者創造得到嘅嘢咧，人類集中精神做呢啲。咁我諗對成個社會嗰個真係提升生產力咧，就好有幫助。而家我哋就嚟聽下呢間勇敢擁抱變革嘅傳統鋼鐵廠，分享佢哋引入智能焊接嘅實際經驗與挑戰。業界有咩痛點咧？即係你揾生產力促進局之前，其實有啲咩驅使你揾佢哋咧？首先，我哋呢個建築業嘅傳統工藝啦、燒焊啦，我哋一路以嚟都面臨嗰個長期嗰個工人短缺啦。係，我哋以往平均嗰燒焊師傅嘅年齡咧係去到50幾歲嘅。哦，咁好多時候有好多後生仔亦都唔願意入行啊。哦，因為太熱。太污糟，佢哋又會覺得危險。咁所以我哋就揾咗 PC 去到幫手。其實我哋呢一個工藝可唔可以工廠化，甚至乎智能化去到做啊？咁啊吸引翻多啲後生仔啦、年輕嘅人去到入行咁樣做。喺地盤嗰個施工環境就千變萬化嘅。咁有時受到天氣嘅影響啦。咁會影響咗成個可以施工嘅進度嘅。咁我哋而家用咗呢一個機械人嘅技術咧，一個機械人嗰個效能其實可以遠多於一個師傅嗰個生產力，咁可能2倍或者以上。咁同埋最主要機械人就唔會休息嘅，但係始終人係會攰嘅。咁有啲地盤狹窄嘅環境，亦都未必方便去到人手施到工，亦都出現一個容易受傷嘅風險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就用呢個智能機械人去到取代呢個工藝。其實機械人後邊 backup 嘅團隊都要有啲好有經驗嘅師傅，中間可能有啲年輕人去到點樣將
師傅傳統佢嘅技術，去到 AI 化、數據化去到傳承落去。我哋並唔係話用咗機械人技術，令到現職喺地盤燒焊嗰啲工人佢哋失業。其實佢哋都可能係會去轉型，去到再 upgrade 一個 level。佢哋唔係淨係識得燒焊嘅喎，佢哋就係喺點樣將呢個燒焊工藝配合電腦化、應用。係啦，咁咪去到大家一個進步一個提升呢件事啦，籌劃啦，去真係研發啦，到應用啦，即係其實有冇嗰啲即係痛點啊，或者係嗰啲事件係爭啲要放棄，但係最後點樣處理咧？當然遇得多啦。我哋開頭有呢個咁嘅 concept，但係始終我哋去到研究呢啲技術 partner， 除咗我哋會揾生產力局點樣去到用硬件啦，但係軟性嗰方面我哋亦都要去到成立 study team。其實我哋要揾好多現職嘅燒焊師傅，去到問佢你點睇呢個技術。咁好多時候做呢個工藝嘅師傅咧，某程度上會抗拒嘅，因為佢哋比較約定俗成。我可能做咗好多年都係咁樣去到做呢個工藝，但係你話轉用電腦用繩，佢未必接受得到。第一頭先講佢驚自己打爛自己個飯碗啦。第二就係佢哋可能完全未接觸過呢啲 AI， 甚至乎少少電腦嘅嘢咧，佢哋會抗拒嘅。咁我哋開頭就要點樣去到慢慢安撫嗰啲師傅，其實唔係咁嘅。第時個環境可能真係轉變啦，咁大家而家係共同去到做一個 learning，去做一個 upgrade 咁樣嘅啫。咁中途我哋都實務試過，咁其實都失敗過好多嘅。去到某個點，我哋都自己去到評估下自己，其實係咪機械人呢個智能化未必應用到呢個工藝咧？咁後尾我哋即係都係屢試屢敗，屢敗再戰啦。咁樣其實就開始就拿捏到技術要求啦，去到邊啦？點樣將咁傳統嘅手藝變成一個智能化咧？開始 improve 就開始就暢順咁樣去到出到嚟啦。從創新科技處嘅頂層支持，到 startups 有圖科技嘅創新應用，從生產力局嘅全面賦能，到傳統企業鋼鐵廠和利嘅升級轉型，香港正逐步形成完整嘅智能製造生態圈。AI 唔單止提升咗生產效率與安全性，更關鍵嘅係解決咗人才斷層與知識傳承嘅難題，為香港嘅新型工業化奠定咗堅實嘅基礎。下一集我哋探討 AI 點樣做到攻防兼備嘅數字安全，提早預測威脅，即時抵禦攻擊，做我哋最可靠嘅 AI 防火牆。AI 掃啟未來，我哋下集再見。